今天分享5个最常见的拳击错误，如果你也有其中一个，越早修正，进步就会越快。错误1，防守没有做好。记住一句话，每一拳打出去，都要把拳头收回来保护脸。错误2，下巴没有压好，眼睛看前方，下巴自然收起来。错误3，脚步间距太窄，建议站距大约与肩同宽，再依照前后站姿做调整，身体会稳定很多。错误4，膝盖锁死，试着让膝盖保持微弯，身体维持一点弹性，这样不管是移动、闪躲还是出拳都会顺很多。错误5，上肢前倾，出拳靠的是脚、髋部和核心带动，而不是整个身体往前冲。